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落你，你甲世代保掉，你的同感一代搁一代来服侍，来担任荣耀的一份。主啊，阮有幼书来献上感谢。主啊，你啊继续带领幼书因一家伙请做荣耀主义的器具，但愿信心的大开力，去都拍开咱的心，拍开主的话，互咱搁一个经历过我的主同在，所带来生命基础，不断伫咱建成教会来显现，带来意义安慰，互咱彼此相听，了解基督的心做心，复兴咱的教会。当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。唔通输入起头，不要输在起跑点。台湾这世代囡仔对细汉就受到父母的期待，也是同伴的竞争。成长过程哪像一场比赛，要过好关斩六将。生命中上重要的年代，亲像只有剩读册。真正大汉过着好的学校，找着稳定的工作，成家立业。这时好像已经走到一个坎站，准备要得到奖品。得奖品嘛是算一个好代志，这是一个好的鼓励。但如今咱台湾的价值观奇奇怪怪，一切努力，一切打拼，要得到奖励，要得到一个。就是金钱，一切向前看。只有钱做较少，才能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地位。金钱目前成为咱台湾人共同的记号。如果这是事实，你愿意接受吗？你若请问咱人活伫这世间，难道无其他价值存在吗？日头所照下面无新发生的代志，而保罗的时代，共款拄到金钱的问题，迄是真好命的问题。这问题对咱现代基督徒确是挑战。在科技网络快速发展的年代，资料新闻真简单就得到。每一个人接收的新闻拢无共款，看法嘛无共。基督徒活伫两个空间，一个是社会，一个是教会。咱常常分袂清楚，就从世界的价值观带来教会。如今教会已经渐渐世俗化，当上帝真理无法度伫教会内底来传讲甲教导，教会就若像社会共款，发生足侪奇奇怪怪的代志。遇到一寡足歹处理的问题。顶礼拜姊妹牧师有讲的原因，咱拢会知。当初宣教师将医疗带入咱台湾，绝对是为着要趁钱。病院存在价值是要救人，帮助悲痛、心灵忧伤的人。咱教会是基督用伊的性命换来的教会。所以，咱教会绝对嘛毋是以着趁钱做目标。咱教会是讲听甲牺牲的所在。咱教会存在价值，要诚侪细心的光较盐。如果咱教会变成以趁钱做目标，伊就毋是教会。当教会是盐的味，咱拢知，盐若是无味，咱就当作粪扫啊干掉。今日咱所睇的经文11节，保罗先生甲提摩太讲：你这个属上帝的人啊，还先比这的事，要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疼心、忍耐、温柔，伊要为信仰拍一个好的精神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大家都有注意听无？保罗甲提摩太讲，你要先比。就是逃走的意思。拄着问题逃走，这是真正是真闹鬼的一项代志。拄着问题应该是想办法来处理。
保罗先知知影，这项物件了面上足好看，那糖共款甜甜，但是内底是毒药。伊知影咱接触了后，就互人咱会中毒，咱渐渐就离开真理，然后变成爱放风自大、计较纷争、诽谤、猜疑，直到咱心思败坏、纷争无停。2000年前，保罗就对教会提出足严重的警告，尤其就是经济里面，上互人自甘堕落。这引诱的力量超越空间的限制，每一个时代拢共款。想要趁钱的本身毋是歹代志，但是咱当咱看重金钱赢过一切，安尼问题就真大条。因为咱人袂知同时服侍两个主人，这边服侍金钱这个主人，这边讲我要搁服侍上帝。保罗甚至安尼看，贪财是万恶的根源啊！贪财是万恶的根源啊！意思讲，贪财是所有罪恶的内底，伊是上歹，伊是第一名。其实，伫咱现代的教会内底，咱嘛常常伫无小心的中间，就陷入伫罪恶，咱拢毋知。下面两段经文，互咱知影，为什么保罗爱咱闪避贪财的心？因为咱真正是无法度和来伊对抗。这两段经文拄啊好伫咱今日约书亚的这头前的一段，甲后壁一段，全都来读。第一段是提摩太前书6章第9节到第10节，也有圣经的人会使来听的。提摩太前书6章第9节到第10节，第9节安尼讲：想要发财的人会陷落引诱、陷阱，甲真侪款无知有害的负妄，互人沉沦直到败坏甲毁灭。第10节安尼讲：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。有人贪爱钱财，想要偏离信仰，家己受尽苦头。保罗这是针对一直想要发财、毋知影知足的人来讲，因为当咱随时咧想金钱这项代志，歹的念头就入入咱的心内，互咱完全陷入引诱、限制的中间。咱看外面是新闻咧报告，无一个人爱食毒，迄拢是互人啊陷害一点啊、一点啊、一点啊。但你发现已经袂有啊，因为表面上咱为了我家己较有钱，这较毋对，这无毋对。但是如果咱常常存这款心的人，咱会花入魔鬼的所设的圈套内底。因为贪婪的心会让咱失去家己。贪婪本身就是一个罪恶，贪婪本身就是一个欲望，它跟拜偶像一样危险。咱台湾如今败坏的程度超过咱的想象，咱会对电视啊、新闻，咱拢会知影一寡例。咱看一寡政府官员为了家己的利益，互厂商用金钱来收买。可恨的，真一阵有几个行业，靠客户保单内底的钱，咱一寡生意人无老实，生产真侪假物件，互咱食，互咱用，一切拢是为了什么？为了钱。连做人基本的原则都放弃，甚至前一礼拜，甚至有人连家己的兄弟、家己的囝儿、家己的另外一半拢啊杀害，为了什么？诈领保险金，互咱感觉真心疼。咱台湾什么时阵变这样的恐怖？其实咱拢知这一切行为到落尾来的结果，拢是败坏，行入灭亡的路。因为圣经在讲，较捌的事，早一天会显露出来。第个圣经讲，贪才是万恶的根源。因为贪，若咱食毒共款，食了毒，
要解决是真困难的，迄亲像是一个无底洞。我较早上班的时阵，我有一个同事，伊就有才华。较早台公艺演艺界的时阵，吴宗宪拄我出来时还在经历，看到他要跟他敬礼，我来访问了伊，来做我的同事，有伊真有讲话，真有求生力，业绩拢足好，但是有一个歹习惯，爱啉酒。常常一礼拜来上班3天4天无换，我有一天去伊厝遐拜访，伊祖父厝遐拜访，规桌顶拢是竹叶青，真少年的时间就过身了。互人足唔甘的，真正有才华，写字也足水的，唱歌也足好听。当就是遮恐怖，所以保罗爱3讲4分5，咱讲，咱爱先听伊。耶稣嘛，咱讲，人啊，你会财宝入着，你的心也入着。你看这段第17节，咱做伙来看。提摩太6章17节，我来读。对遐经济好野的人，你着分为因唔通骄傲，唔通将伊的5万放入个瓦库的财物，着瓦库将万阿米丰丰富富，互咱逐个人享受的上帝。保罗毋是爱咱放弃钱财，保罗是对有钱人的提醒，爱说明，因为钱财会带来真多的试探。第一个就是骄傲，财富互人容易生出虚荣心，袂记家己的身份。好似是有钱有财力，就比人较加悬一个头。大家都应该爱来准备听伊的话。第二个试探就是安全感，感觉有钱就安全感。拿到原始金牌，其实这拢是虚假的安全感。咱台湾人讲有一句话哦，有人知影传道要讲什么话吗？钱有四支卡，人只有钱有四支卡，人有2支卡，咱人搁再嘛走命用钱，咱有这感想无？那大家拢有讲话，今日传道的地方是足叮当的，大家拢足叮当的。我讲嘛真叮当，按照新员工的进度，感动是爱甲我到遮。钱搁较多，厝嘛给人8几间，住1间。我看我实在做一个有钱人的。伊厝尾尾吼，拢有外劳，拢有外劳咧住，外劳有够瘦，都还没那个哦伊生活困几张？1张啦。虽然伊有做者小三呢，伊一工嘛顶多困1张所以主耶稣嘛在提醒咱，细心的钱财要通啊家己，会毁坏，还有人偷摕去。甚至经过中，财主要进天国是困难的。上帝可能有咱趁钱的分数，但咱唔当袂记的，咱挖苦的对象毋是金钱，是迄手术万物互咱的上帝。阿门。今仔日咱所看的经文6章11节到16节。我含落你金钱进退两难的基督徒有真好的教导。咱基督徒受顶选有一个真重要的使命，就是要为咱所信、为咱的真理来拍赢美好的真正。这真正真严重哦，这真正是光明甲黑暗的差别。保罗不时提醒提摩太，跟那有消极
先别偏财的心，较贪财相关的罪恶是无够。保罗提醒提摩太，只有消极的闪避不是办法，因为咱人也毋是活伫光明的内底，都是陷落去黑暗，这是非常清楚的一条线，它没有模糊地带，你不能活在中间。我一脚要活伫光明，一脚活伫黑暗，无法度。你毋是活伫光明，你就是活伫黑暗。所以咱爱先撇这个黑暗，咱要回头对住这光明。我们要勇敢向毒瘾说不，咱要对金钱、性格讲我嘞。因为当咱进人面前西欲受洗的时，咱就已经脱去咱旧的衫甲裤，咱换上基督互咱信任性命的衫，我们都是新创造的人。所以保罗提讲，咱爱温吞拍拼去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甲温柔，这六个好的性命。所以其中公义是讲什么呢？公义是讲咱公平、公道的对待别人。敬虔当然是对咱上帝，不是对金钱的敬虔咯。信心甲疼心是讲主来爱忠心来服侍，你服侍别人，佫愿意为别人来牺牲。最后是忍耐甲温柔。保罗的讲法是，当咱人拄着患难的时，爱吞忍；甲歹斗阵的人，最好是咱嘛爱吞忍。这六个项讲来真正是无简单，有简单无？真正是无简单。所以咱爱不断伫信仰的里面，咱来操练。这是咱基督徒每一天拢爱用心去学习的，咱袂使停止的。咱若有一天停止，就互魔鬼有机会来攻击咱，攻击你，攻击咱教会内底的和谐。保罗亲自伊所经历迄位国我的主耶稣，就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伊会成做咱基督徒真大的恩望。信心保卫师会成做咱的帮衬，引带咱，会甲咱有气力，较伫在正信徒同款，愿意用一世人定忠来服侍伊。初代教会互咱真水的见证，也是因为贪财的心陷入罪恶。黑暗的中间真正是无价值，迄是真艰苦，咱来小听伊。因为咱知影，咱拼命追求基督的性命的时，伫主耶稣基督的听内底是偌水的一项代志。咱要坚定，咱要有安尼信心，因为有真侪信仰的前辈，拢是咱美好的见证。当咱教会要复兴，但是姊妹的信仰的里面一定要改变。咱的命爱提悬，第咱爱重新挽回咱成做上帝囝儿的身份。我要讲一个小故事是安尼。传道很早讲小故事，第一篇讲到第一篇讲小故事。有一只睡觉的老鹰，因为某种原因，这只睡觉的老鹰，老母鸡了照顾。我看一寡小鸡，这大家拢有听过。看小鸡最爱成长、佚佗。时间一天过，这个老鹰渐渐大汉。但是伊虽然有老鹰的外表，但是已经袂记伊的身份啦。伊的功能也失去啊。伊早就放袂记，老鹰是会在天顶飞来飞去。伊也是有迄大的翅，但是伊的翅毋是要飞。伊的膝伫地上，较一款小鸡玩耍。伊已经变成一只大只的小鸡。大家感觉这个好笑袂？那拢无人笑。那讲敢有可能？我感觉应该是有可能，应该是可能。但有时咱伫信仰的路程，咱毋是涂骹走来走去去大只的老鹰啊，咱来亲像真正的鹰鸟、点大翅，
咱是天顶自由来去飞啊。当咱飞愈悬，咱属灵的信仰才有法度无不断的提悬。第二，当咱亲像保罗亲身确信，咱所信的这位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是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时，咱就要谦卑咱家己，因为咱不过是上帝用土才能起造的，用土才能起造的。咱无啥物了不起。天摩太前书6章第70到第80，因为咱无带什么来世间，也无带什么离开，只有通食，有通穿，咱就该知足。咱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咱来来去去拢是空空，敢毋是？有一个人讲物件来吗？无嘛，社会比拢是空空来嘛。我用手两看少个洗澡，嘛无嘛。常常咱的错乱，我们会得了大头症。为感觉如今所赚的钱财、温书、财能、地位，甚至是咱的健康，拢是靠咱家己拍拼努力来。其实咱拢知，咱的身躯真正是软正。2、3个你就挡袂了啊！若是无上帝保守、看顾较分辨，咱拢无法度行活过明仔。请问，空空的钱财是要做啥物？最后传道要搁讲一个见证来做结束。伫大台北某一间教会，20几年前开放的时阵，伫宝贝支持。甲真侪温书在干的兄弟姊妹同心的同意，真紧的时间，教会就成做同会，大家搁出钱出力，完成建堂的工作，这是真正是因光上帝一项代志。但是当众人渐渐看重家己，会到赢过看重上帝时，魔鬼就掠着这机会啊！教会开始起纷争。冲突不断，教会无诚侪教会，直到侪人忍心来离开教会，教会从天幕的是60、70个人，突然间落较剩10个人，牧者一个换一个，中袂真头疼，甚至已经讨论好啊，要来教会关起，要关教会，咱这老信徒敢有听过？应该是捌听过。但是上帝保守甲怜悯的面，有一部分忠心的信徒，甲信赖牧者同齐骹步来拍拼。牧者用真理来教导，教会总算渐渐真侪教会。兄弟姊妹彼此相听，有一寡早前离开下世，也阁慢慢啊转来参与敬拜。但这间教会每一年的经常日。也是将近20万的不足，或者只有常常跪落伫圣殿恳求上帝帮助。上帝教会，上帝家己会看顾伊的需要。就是这新的牧者就用将这半年的时间，将这个亲自派天使来到这个教会，某教会一个对立。修炼1年的长老来遮做礼拜，长老一听牧者传讲的信息，深深受感动，就来做礼拜。一做就做1年的时间，就了出国出差，逐礼拜咱来参与敬拜。在中间，上帝开始做工，这长老。一礼拜放定一班，兄弟姊妹大家你看，第一个礼拜1万，第2个礼拜又1万，第3、第4，第2个月共款，第3个月共款，大家心惊吓，受安慰。拄到积极的时阵。外来无款的时阵，
甚至圣诞节的时阵，长老都会食嘛。过新年的时阵，长老偷偷啊摕钱无食，去买礼物、包红包，送互一寡亲人甲小朋友。当无者私底下问长老为什么安尼做的时阵，你长老做安尼会信仰不变。我细汉的时阵，厝的真善良，是上帝供应，保守看顾，较有现在我家庭事业拢顺利。我的一切拢是上帝予我的。阿门。阿门。咱的一切拢是啥个？咱会食水啥？唔通勉强。咱的一切拢是上帝。这间教会伫这位牧者服务的3年的中间，虽然这位长老已经离开，1年时间就离开，但是伊愿意继续互主来使用。伫这3年的时间，伊虽然离开，同款是安尼奉献阁比以前阁较侪。教会的经常位不但教会阁剩真侪。咱上帝离的教会，亲自做咱人受袂到代志，继续体现伊的大愿。各位兄弟，上帝免咱来替证明伊是上帝，伊就是上帝，伊啥物拢无欠，因为天顶地下一切拢是伊的。咱的奉献偌济，对上帝来讲，毋是真重要代志。传道讲毋是今仔奉献金钱安尼啊。咱的奉献，咱的人偌济互来上帝用，上帝袂向你怎计较。上帝关心的是伊所喜爱的囝儿，就是咱有显撇贪财的心还无？咱有比一世人来对伊军队伊也无。当上帝愿意用咱，互咱有机会参与奉献的机会，完全是因为伊疼咱，伊要救咱。免得咱陷入罪恶的情形，当咱较好了淡薄，咱就惊无，咱就感觉遐物件是咱的。上帝伊惊咱陷落去遐，伊要救咱。各位兄弟，咱愿意放胆、放手，来互上帝来使用啊无？当咱教会要复兴，第一个爱记个，咱是上帝囝，咱要活出像上帝囝同款。如果是运动员，他要活出像运动员；音乐家，他要活出像音乐家。做业务的，我刚才咧上班的时阵，我来引荐一个人来做业务。后来我来辞掉，为什么辞掉？伊唔敢上讲话，毋敢按电铃。我讲你无法度啊，你唔敢上讲话，你虽然是台大毕业无毋对，不过你唔敢上讲话，你客户你电铃你唔敢按，安尼我无法度用你。各位兄弟，第一，咱是上帝囝，咱毋是凊彩人。第二，咱是受造，咱是伊创造，咱逐项拢是伊的。咱爱从咱规身躯，咱来奉献上帝。上帝加倍在你祝福的，你免惊。在顶头我就是故事大家分享，伊安尼奉献，伊的生理拢毋能去看生理，生理拢该走来。传统毋是今日在你讲这安尼，这不一定的，有伊在见证是安尼。上帝已经为咱建成教会去做新的代志，因为已经撤销咱过去一切的目屎，已经有将复兴的记号放伫咱中间，咱就留心详细来看。复兴的记号已经是伫咱中间啊，你有在有看无？上帝有将真多民望放伫咱兄弟姊妹的中间。已经开始有人去雇用啊！你敢有听？咱当心来祈祷。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愿你帮助我，对一世人奉献我家己，真侪你计划的气质，
当阮搁一遍宣告，阮一世人要跟对你，写做这圣经的光较亮。当心祈祷靠主耶稣的性命。